支智會咧喺100多年前開始咧，我哋就係做眼嘅服務起家嘅。時至今日啦，呢3年我哋港澳303區都好開心，可以同國際總會啦，同埋得到 Johnson & Johnson 嘅支持，喺香港同埋港澳地區推行呢個 Sight for Kids 嘅活動。而喺呢個過程入邊咧，我哋都出奇地發現咧，原來都有唔少嘅比例，差唔多接近20%嘅小朋友咧，佢哋原來係唔知道自己係有一啲視力嘅問題。咁透過呢個 Sight for Kids 嘅計劃咧，我哋就可以及時發現佢哋問題啦，推薦俾醫生做一啲合適嘅照顧同埋一啲嘅治理嘅。作為總監，親身參與嘅時候，令我最深感受嘅係孩子嘅需要唔係淨係關懷，而係及時嘅眼睛檢查，同埋俾一個靚嘅眼鏡俾佢睇到呢個世界。當佢哋戴上眼鏡之後，我見到佢哋嘅眼神同埋自信即刻改變，亦都會直接影響佢哋日常學習同埋佢哋日常嘅生活。LCIF 同強生集團共同推出 Sight for Kids， 主要嘅目的係為基層同埋有需要嘅兒童提供視力篩查、肉眼知識以及免費配眼鏡，及早發現視力嘅問題，糾正視力，尤其是係近視，防止視力惡化。我哋希望咧喺學生嘅黃金矯正期裏邊咧有適當嘅介入啦，從而可以幫助到佢哋咧改善佢哋嘅學習能力啦，同埋改善佢哋生活質素嘅。咁去到最後啦，我哋希望幫助學生咧可以看得清楚、學得更好、未來更亮。中國港澳303區今年亦都有一個新嘅突破，我哋將服務嘅理念同埋使命打入咗去澳門地區嘅小學。單一年度2025至26年度，我哋為接近18間學校嘅學生同埋接近7000位嘅小學生服務。我哋嚟緊會繼續將 Sight for Kids 喺港澳地區擴展，服務更多嘅小學生，燃亮更多嘅未來。我今年6年班，我由3年級開始戴眼鏡，戴咗3年。不過我好彩，我有機會可以參加呢個 Sight for Kids 呢個義眼活動，發現咗我近視深咗，然後咧我就換咗而家呢副眼鏡啦。而且呢個計劃令我知道咗眼睛健康嘅重要性，所以我以後都會及時去檢查眼睛。而家香港小學生咧，使用電子產品係非常普遍嘅，但係點解係咁樣啦？開始好多小朋友咧喺小學階段咧已經出現一啲視力嘅問題。透過呢個計劃，我哋好開心啦！我哋全校學生咧都可以接受咧一個視力嘅普查，咁緩咗咧佢個視力嗰個問題嘅惡化。一方面提高佢哋嘅意識，另一方面咧亦真係可以配到一副新嘅眼鏡，係幫到呢班小朋友咧隨住慢慢長大，而咧可以進一步去改善佢視力嘅問題。感謝國際獅子會同埋 Johnson & Johnson 喺香港帶來今次嘅貢獻，好多謝所有獅子會嘅成員同埋專業人士嘅投入，俾愛心變成實際嘅幫助，讓更多有需要嘅兒童能夠睇得更清楚、更安心。多謝晒。咁展望未來啦，我都知道來年度咧，國際總會同埋 Johnson & Johnson 咧都會繼續支持 Sight for Kids 呢個計劃嘅。我喺度預祝活動成功。